今日下晡，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反渗透法，未来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干涉台湾选举，相当会放关5年，搁罚1000万。2002年台中后方大桥命案，本地2名嫌犯互判10多年，今仔日在高等台中法院该判无罪。南韩的前法务部长祖国因为牵涉受人诬洗等12项罪名，检方正式来起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头先咱来关心到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在今仔日本会期的最后一天，针对反渗透法草案被并三读通过，哪力阵营拢进行加急动员，民进党也利用人数优势，伫下晡通过反渗透法。反渗透法的内文也写着讲，未来任何人袂当接受渗透来源的指示，或者是委托、资助进行违反选举等等的行为，相当会当罚关5年，搁罚1000万。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防止境外的敌对势力来干涉到台湾的选举。反渗透法草案修正通过。就人数优势，民进党团力推的反渗透法伫立法院通关成功，民进党立委马上举布条喊口号。国民党为每一条讨论开始，伫议会以静坐取代暴力反对，也拒绝投票，一直甲草案三读通过，全体徛起来抗议。在国亲两党立委的联署签名未申请实现，国民党团总调陈明忠指出，民进党以多数暴力强行通过反渗透法，亲像是新的戒严法，又搁讲国民党未配合选举操作。主要蔡总统一公布，我们就会递交申请大法官的释宪文，不接受民进党这一步在离投票10天前要强行通过的反渗透法，完全是他蔡英文总统选举的操作。三读通过反渗透法条文有12条，重点条文有第3、第4条，任何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关键政治现金或者是关键经费，将公道案或者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定行为，违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相关罚1000万。第5条是不得进行游说，安若无会相关罚款500万。另外第6、第7条若触犯相关法律，会加重期刑加1/10。第10条是自首条例，会减轻或者是免度极刑。我们也遗憾的是，刚刚敲锤以后，立刻传出来，有人说你们为了逮捕一个邱毅，然后会使台商200万人不能动弹。我要再重申一次，没有这回事。台商、台生、台干，通通不受影响。民进党提出反渗透法草案，只1个月时间就真紧立法，面对外界质疑，党团一直强调，毋是凊彩立法，个别影响大声大响，是为了守护台湾民主，伫合理范围内进行防卫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去到桃园市场拜访客家乡亲，也强调讲家己的客家政策以及着减税金的政策。另外，针对立法院反渗透法三读的议题，蔡英文也表示讲，反渗透法的法律条文逐项拢真认真，未来执法也会真斟酌。蔡英文也批评韩国瑜讲，选举到今只剩3招，就是讲政府借钱，国家机器，中华民国要灭亡。副手赖清德也呼吁讲，爱拍一场水准较悬的选战。2019年最后一天，总统蔡英文到桃园甲新竹公庙参拜，针对执政党在立法院要并反渗透法三读通过，和在野党批评已要通过进入戒严时期。蔡英文表示，法案是透过协商每一条讨论，强调社会也期待防止中国对台湾全面性渗透。那现在的反渗透法的这个法案呢，其实是民进党团把5月以来的所有的这些提案哦，把它整理出来。换句话说，它的讨论期其实是蛮长的。蔡英文也讲到，国民党对9年强势解税加现实是脱离的，拢是换地过去。面对即阵的两岸关系无切实际，批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选举到即阵敢若剩3招：政府贪污、国家机器加中华民国灭亡。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到中华为党籍立委候选人4个来徛台拜票，强调总统选举应该是高格调的选战。
在选举期间暴走，甚至于肆意批评，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对手，都不会得到国人的支持。对着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甲赖清德搭配大幅度来赢对手，赖清德讲，一笔选票还未开出来，拢要继续来加油。未来10天也会举办20场大型的造势活动。而蔡英文也强调，100把的模拟考不如100的真正大考。因呼吁支持者1月11号拢出门来投票，来稳固台湾的民主甲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在今仔日去到宜兰造势，也强调讲，顶日伫台中造势热度无输气的道理。另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虽然无公开行程，不过伊也伫面册呼吁军公教、警消甲政治人员着爱中立，捍卫真正的民主自由。2020的选战剩最后几天，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来宜兰助选扫街，替共党立委候选人政见来挂保证，包括建设宜兰对外交通、加强宜兰科学园区招商的优待，还有设青创中心。这些新的大数据、物联网都是年轻人创业的好机会，而且都不是制造业。这个时候不打铁趁热，把年轻人拉回宜兰科学园区，在这边弄个青创基地，不趁时，此时还待何时？针对国民党总统甲立委选情的评估，张善政认为，甲民调比起来，伊更较相信造势场合面顶的选民，所以伊感觉真乐观。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都会赢。数字我不太确定，我没有看那个民调，但是大家看看台中那个场子的热度，怎么可能不赢？另外，张善政嘛表示，民进党决要通过反渗透法，是因为知影讲明年以后，因的立法院的立委席处未过。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嘛批评讲，这个法案若是通过，会互台湾的民主退步。请注意，台湾已经是个言论自由倒退的国家，是可耻至极，民主退步党在钳制台湾的言论自由。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是伫咧人面册铺文讲，家己已经写出第3期传分子，呼吁军公教、警消甲政治人员绝对爱中立，袂向特定的政党来做工课。韩国瑜嘛批评卡信优惠如等等的斗争强权，伤害台湾自由民主的精神，嘛牺牲相关人员的清白甲良心，呼吁军公教、警消甲政治人员做回来保护中华民国，还有台湾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在今日透早，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背着要选立委的郭家军伫路口拜票，争取支持。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伫日前讲，若去互民进党打压，伊无的确会伫最后一秒宣布要支持韩国瑜。伊在今日说讲，只是讲吓惊而已。选战剩无几天。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一早起伫咧土城甲中和陪郭家军立委徛伫路口拜票，争取支持。互人问到政党票变码头，郭台铭讲，伊支持两大两小，若是中和的选民挺拿的较侪，就加到亲民党。绿队有参加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开直播，网友画作弃韩保守，郭台铭讲，伊无反对。宋主席念出来，对，那。就宋主席念出来，对，那这个我想我也没有持反对的意见嘛，是吧？这个是网友讲的，不是我讲的。面对拿到两大党，小党继续努力伫咧冲选情。台北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之前伫咧网络的政论节目，互人问到是毋是担心伫咧选情互民进党打压。伊讲，若真正内是民进党也会担心，家己伫咧最后一秒会宣布支持韩国瑜。郭文铁伫咧说讲，只是甲对手吓惊一俩尔。我被民进党修理以后习惯了，慢慢的是好像当做三餐，照三餐修理以后照三餐吸收啊，都习惯了，好像这有时候只是互相恐吓一下而已，也没事的。小港上班。参加高大政治2.0记者会，郭文铁是拍政治牌。不过，真正大学生模拟投票出来，民众党伫咧大学生的投票内面，只敢若排第4名。郭文铁讲，正见笑，爱检讨，会努力争取少年人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伫下晡的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讲因的武汉市出现27例查无原因的肺炎，也讲这个感染原因等咧调查。
咱台湾的疾管署也讲，有甲中国的相关单位指接到，这个病症若算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也就是咱俗称的 SARS， 就会赶紧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请民众先较冷静咧。另外，公费的流感疫苗第3批也对明仔载开始做啊。 最近网络流传，中国武汉敢若出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简称 SARS 病例。中国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晡伫官方网站发出声明表示，武汉市不明原因的肺炎有27个病例，拢甲华南海鲜城有关系。其中7个病情严重，有2例已经出院，无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得病原因也伫调查中。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 咱卫福部疾管署表示，已经甲中国疾病控制单位处理联络，即阵才等待对方提供查证结果。而 SARS 是一种冠状病毒，传染力真强，病人可能发生肺部纤维化，甚至引发强脉搏道喘气而死亡。随上 SARS 源自2002年11月中国广东，经由香港向外来拓开这疫情。台湾也在2003年出现首例境外移入。 后续发生台北市立和平病院院内感染、封院事件。台湾这波疫情造成346名病例，其中有73个人死亡。不过，疾管署推测，武汉这波病毒性肺炎小微情形，当前病例无超过一半，也无人传人的情形，无相符合 SARS 代表性的特点。 那以目前这个重症的比例，以及就是它的这个没有发生院内感染或明显人传人看起来的话呢，会是 SARS 的几率也比较降低哈。不过还是要看最后检验的一个结果。疾管署强调，若确定是 SARS 疫情的，马上来启动跨部会合作，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交通运输、观光旅游、边境查验等加强防疫。 也提醒定定来回两化民众，最近应该爱戴嘴暗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而国内公费流感疫苗第3阶段会在明年元旦开始做，注射对象包括50到64岁大人，爱用登记证户机构人员、有新的婚姻人，也有生养6个月内囡仔的独自父母的人。根据统计，顶礼拜国内旅游感门诊急诊就诊人次挖近11万人次。 另外，也新增加6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上细汉的是中部9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即阵也伫咧住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中昼，伫彰化边高岛发生自强号撞到一台堆高机，也就是低高啊车的事故。好加在火车顶头500名旅客无人受伤，目前也已经恢复全线通车。不过，这个边高岛是真细个，也禁止汽车对车行。发生事故的低高啊车是硬要过，所害到伊的轮轧卡伫铁基路，驾驶也依照公共危险罪，该移送法办。 对高机兵车倒伫咧铁基路的边仔，自强号的车头弄一个真大坑。彰化沿线火车头新兴巷的4基搭，中途发生一件自强号弄到对高机，转来发生败冷的事故。好加在列车面顶的500个旅客是无人受伤，啊，毋过西部干线的部分，敢若会当剩高线通车。 接不完了，接不完了。东线要特别留意，不要过去，好不好？好，因为东线还在通，单线在通。台铁嘛出动吊车，甲弄害自强号车头甲摆链的部分吊走。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表示，这位的司机暂时较矮，禁止汽车入外。想要到对高机的司机是硬要驶过，连啊煞卡掉咧袂顶袂当，只是看到烂沙放落来，驾驶是赶紧敲台铁的紧急电话。 那本案肇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路面狭窄，肇事人驾驶的动力机械进入后，那左前轮陷入轨道无法动弹所致。该处平交道因为没有求救铃，平交道的下面它也留一个紧急电话，肇事人车子卡进去的时候有打这支电话。 警方表示，这位的司机但无紧急铃通吃，肇事人虽然有敲台铁的紧急电话，啊，毋过根据了解，紧急电话若是敲去调度中心，速度会较慢。若是直接试紧急铃，会当直接用无线电通报特别入站的列车司机员。啊，毋过详细事故原因，也是爱等待铁路警察局来调查，转来以公共危险罪甲肇事人精神移送。记者综合报道。 在2002年，一位姓陈的查甫老师对台中后方大桥摔落去的命案，伊的查甫朋友王基正甲朋友洪世伟，互指控是杀人凶手。本地是甲因判10年外的徒刑。去年最高法院认定讲证据不足，搁爱审一届。在今仔透早，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撤销因的原判，改判因2人无罪。 该判无罪的这个时阵，2个被告王基正甲洪世伟换来穿有写自由人3字的衫，
拄台中高分院行出来。17年前，因为细陈的女老师摔落桥骹的命案，17年后才得到真正的自由。王基正当场甲伊妈妈揽泪，感谢伊甲大姊相信伊的清白。一路没有把我们放弃，再怎么苦，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认识很多人事员所帮助我们的朋友，谢谢你们。案件发生伫咧2002年，细陈的女老师伫咧后方大桥摔落去，男朋友王基正甲朋友洪世伟去互指控。迄当阵因为要册来谈判，两个人涉嫌甲细陈的女老师等落桥骹，送病医疗也是无救倒转来。两个人分别互判15年甲12年半，毋过就算去封关，两个人也是坚持家己是清白。去年最高法院裁定再审，台中高分院审查除了证据报告证明两个人涉嫌，目前遮姓王的证人证词嘛真侪所在矛盾。没有办法确认说，这个被害人他一定是他杀，哦，也有可能是意外。那他讲的某些部分跟现场重建工作这些专家的鉴定意见，其实有一些也不太相符，哦，不只是他前后陈述矛盾的问题啦。台中高分院指出，透过真侪项科学的验证，无法度判断细陈的女老师死因。若是死者身躯嘛无反抗的痕迹，嘛无因为反抗甲当事人配偶啊、组织等等的物件留落来。检察官的证据无够，佮加上两个人拢通过测谎，变做无罪参考的凭据。因为无罪推定的原则，台中高分院撤销原本的判决，改判无罪，嘛呼吁高分检莫阁上诉。这个案件事实上是破天荒，就是说最高法院自为裁定，开启再审，这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那这个真的是两个非常无辜冤枉的年轻人。律师认为讲，透过证据甲科学搜证，显示出两个人的清白。两个人嘛为着这件冤案付出17年的时间，应该赶紧恢复平静。两个被告涉嫌杀人罪定案，经过最高法院裁定，法庭去台中高分院审理，32改判无罪，是司法上真罕你看的2审甲3审重大的意见无同。毋过台中高分检表示，会伫咧收到判决书了后，决定讲敢是要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顶年新竹发生一战，警察为着要抓越南移工，连续开9枪，所害着越南移工死亡案件。规场的关警互依照过失致死罪，互判爱关6个月。移工团体也表示讲，对这项的判决真意外，认为警察用枪的时机甲人力不足的问题拢无互重视。2017年越南籍失联移工吴国辉被警方逮捕，警察连开9枪，受伤了后不治死亡。1审开枪的姓陈关警被以过失致死罪判刑8个月。专案上诉了后，2审判决31出来，姓陈的警察被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用1颗罚金，缓刑3年，应再上诉。免警22岁，担任警员的。时间并不长，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2处陈崇文警员有期徒刑8个月，仍然过重，改判这个有期徒刑6个月，并且可以1颗罚金。高院合议庭认定，原审判决8个月判刑伤过重，考虑姓陈警察案发时才22岁，承受伤过大压力。目前，甲被害者家属已经和解，而且案发的时阵，移工主动攻击，警察提枪无得正当，只是9枪超过必要手段，依然属于过失致人于死罪。判决的结果，我们是蛮意外的哦。当长期人力缺乏，导致这个员警必须一个人带着枪械去执勤。相关恩国辉案件移工团体表示，对判决结果相当意外，认为这案件显示警方用枪的时机甲比例原则依然无被重视。警方长期人力无够的问题，致使一名警察提枪执勤，造成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贼价上棺材，毋过贼青就该摆。在嘉义市有一间金马店，7年前落捌着过一届贼偷，算是变200万。伫这个月29的半暝啊，贼仔阁用机具甲伊保险柜挖空，偷摕旋少金马一寡贵重的物件。好佳在警察办案真正厚，无偌久就甲贼仔抓倒转来啊！这间金马店就伫咧菜车内底，插座的建筑已经有成100年的历史，毋过煞嘛互贼偷有偷摕物件的手法。29半暝，这间金马店的保险柜就叫贼偷用线打破坏来偷摕。
为迄个防护措施做了无介好啦。哦，想到伊这是足久啊吧？足久啦。啊，后壁迄吼，咱是讲比较轻易的，啊，那还破坏啊呢。风头摕金马店已经开卖40档，因为建物早期是女舍，敢若用柴棒来做架景，然后伫咧1楼的店面，7档前厝里壁就捌捡人用刀啊落空来偷摕物件，结果这个月29搁来发生风偷摕案件，警方初步调查，犯人伫咧27天就已经来现场观察过环境。我们查获窃钱的时候，我们也有已经有追回部分的赃物啊。那目前我们正持续扩大来追查，希望能够将被害人损失降到最低。店里2个保险柜拢有去互线达来破坏，新型的保险柜是无成功，毋过旧型的保险柜就去互切出一个4角的孔，若是店头损失的部分，还该等因统计了后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非洲猪册病毒传开，农委会要求讲，食出的物件拢爱用高温煮过才会当饲猪。饲猪仔场也必须合法登记再利用的申请，也互真侪饲猪仔场明年开始无要阁收喷啊。各地头的公所甲环保局也开始烦恼讲，这款喷是要安怎处理呢？先去对甲一桶一桶的喷收回去，以早饲猪好是抢要爱，毋过为着要预防非洲猪瘟，就爱用高温处理过。饲猪场必须摕到检核才会当阁利用。历史真侪饲猪的人该换用饲料或者是无阁饲，喷的需求变少。保利清洁队讲，要处理这挂喷是真大的挑战。明年可以预期，厨余的处理都是要做付费处理。这个在我们很多政府的采购网站上面的绝标公告都可以看得到，其他县市每公斤都3块到4块的委外来做处理。保利若是委外处理，逐个月上无爱加开60万。若是中央补助建立的高效处理设备，预计明年下半年才会当启用，即马面对过渡期。家己官员本嘛有要30位用喷饲猪的所在，即马敢若剩5间，其他无法度处理的喷是用过去50分之一的计数，拍卖给屏东饲猪场。我们里面还是有拍卖我们的厨余，还是有收集啊。现在是拍卖至那个屏东某一家的养猪场。我们现在目前卖给屏东大概1年有将近700到750吨。台南市目前也有52位伫用喷饲猪，虽然无拄到处理的问题，毋过也是爱思考更较侪款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厨余处理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万一以后养猪场他不愿意再接受厨余的时候，那我们目前也已经发包去做了这个快速的厨余的这个堆回跟发酵设施哈。目前全台湾2985位的饲猪场，有38饲猪场是摕到喷过利用的检核，其他大部分拢改换饲料，也是无搁饲。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指出，目前掌握敢若村南投埔里甲宜兰大溪，可能会面对要加付钱委外来处理。中央已经补助来起相关的设备，毋过这段过渡期，地方政府应该要加到3工乡镇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新北，也就是前法务部长祖国，因为家族爱歹台来辞职落台。南韩检察官第31用牵涉受人诬洗、伪造公文等12项罪名，正式改起诉。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31发表声明表示，当时在起对前法务部长祖国无俩人直接起诉，罪名有违反公务人员道德法，涉嫌收贿、接受无正当请托、伪造公文、甲诉诸伪造证据、甲诉诸伪造证据等12项大罪。目前，祖国太太郑经心在内一家已经有5个人被抓，检方也在考虑是毋是将祖国查某囝也列入起诉对象。祖国是首尔大学法学硕士文在寅总统的亲信，捌做过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一向高调批评有权势人，被叫做江南左派。文在寅9月立牌倡议支持做法务部长，主持检察体系改革。祖国被连续逼出建校台伫马车当中落台，伊牵涉太太郑经心证明查扣案，家族私募基金偷走税造假，查某囝做面高中就冠名医学论文第一作者，好亲像伪造文书遭澳门进入有名学校高丽大学医学系研究所留级，个人摕600万奖学金这备案。面对检方3摆询问，拢点点无要回答。南韩检方11月23向法院申请逮捕祖国，理由是因2年前明知火山市前副市长刘在书贪腐有关组织青瓦台调查行动，不过法官认定
祖国无白情甲多蒙一路考虑犯后态度甲亲属比例才情形，27驳回。如今检方对祖国进行无逮捕起诉，审判期间依然是自由之身。毋过，卡苏未来定罪一个恐惊会重创明年4月国会大选执政党选情，互本在因提早权力受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债务风波的日产前董事长高温有风声讲，伊弃保潜逃，用假名人港去到黎巴嫩，和高温的律师团规个工去。高温阁发表声明表示讲，伊认为日本媒体甲司法无够公正，也无法度接受一款政治迫害，才会走去黎巴嫩。半头被头章，高温律师洪忠敦一郎唔愿意回答媒体访问。去年11月，高温涉嫌减保薪水、偷用公款，佮甲个人投资损失，正做公司的损失，互日本警方起诉拘留。因为高温好人罪名，东京地方法院予伊用15亿日票的保释金交保候团，结束了108天伫东京拘留所的生活。严过即马却传出讲，伊弃保逃走去黎巴嫩。僕ら一般市民としてはやっぱり明らかにしてほしいですし、やっぱりそこの、正式な場に現れて自分の言葉で語ってほしいですよね。日本法院和高温保释的条件，就是高温袂使离开日本，所以高温的律师团负责保管伊所有的护照，嘛对高温用假护照为土耳其坐私人飞行机到黎巴嫩的代志，大家拢惊一条。高温的辩护律师洪忠敦一郎表示，已经向法院申诉，律师团嘛对这个状况感觉真头痛。未来若是有高温的消息，拢会提供给法院。なんか逃げ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印象がありますね。やっぱり日本で起こった事件というか、それが報道の通りな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た部分もあります。いくつかの番組は見ましたけど、そこもありましたし、まあでも何かしたから逃げたんでしょうから。目前高温已经透过日产汽车伫美国的分公司公开声明，表示家己确实已经伫黎巴嫩，因为日本国内普遍认定伊有罪，可以受到无平等的对待，嘛认为媒体甲日本司法无公正，伊无愿意正做无关人权的日本司法认知，为着逃离这款的政治迫害，所以离开日本。因为日本甲黎巴嫩无签引渡条约，未来要互高温登去日本接受审判，可能真困难。记者林世彤报道。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欧洲对今年9月开始的心灵野火也拢无较hiệu咧。目前阁烧对南部去，特别是即摆伫咧各地头拢超过40度。不过，雪梨市政府也坚持要办跨年的烟火，只是讲死亡人数也增加到12人，真侪人拢闪无路，走入去海埔啊等人来甲因救。天顶雨火烧甲红拍拍，民众被逼甲无路通退，走到船顶来避难。澳洲野火继续来炭烧，各省的温度拢超过40度。当局呼吁维多利亚省3万名民众甲游客赶紧来撤离，无想到强风真透，大火甲路拢烧了了。伫维多利亚省有名的海边小镇马拉库塔，31号拢规个烧起来，也引发雷暴雨。大约有4000人掉伫海边，无法度来出入等待救援。有人讲，这种情形根本就是人间地狱。Yesterday, it was forecast to be a challenging and dangerous day for Victoria in terms of fire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ranspired. What we saw across the state was more than 200 new fires yesterday. A further 60 new fires that started from midnight last night. 维多利亚省省长表示，野火继续炭烧到南部各个地区无缓解情形。维多利亚省的东吉普斯兰郡31号传出有4个人失踪。另外一个东西区新南威尼斯省是有一名28岁技消人员因为消防车互强风吹扁去而死亡。另外有2名消防员受伤送病院。而进前走到夏威夷度假，引起各界批评了后，回国的总理莫里森讲已经动员军队斗3天控制火势，并且对殉职的技消人员来表达敬意。As 2019 draws to a close,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se terrible bushfires continues. Last night was a particularly bad night as we lost yet another Rural Fire Service volunteer. 气象学家表示，印度因为雨季气候，也就是无规律的海洋表面温度现象，是造成澳洲出现无正常降温的主要原因。尽管网络连署要求雪梨停办烟火，不过市府无愿意放弃1亿3000万块美金的商机照常举行。不过有侪城市，包括首都堪培拉，拢取消跨年烟火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就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全世界大城市拢有伫咧举办过年活动。上称的过年地点就是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也加强维安的管理。另外，法国也派10万名的警察伫咧固守安全。第二前也有风声讲要恐怖攻击路西亚的消息，众人的神经线也拢平安安。纽约警察局警察带警犬伫时报广场附近巡逻，警犬负责片炸药，武装警察徛伫制高点监控，制服警察、便衣警察、骑马警察、空警、港警、甲轻警队等拢会出动。到时阵将有150万人伫遮跨年来参加活动，民众进入部署恢复进前爱接受安检、排包、手挂袋仔、雨伞甲酒精类饮料全部禁止炸入去。一旦被查出袂当炸的物件，就袂当进入。为当地31下晡4点过后，请全部禁止通行。另外，伫法国巴黎迎接新的一年，派出10万警力维安。埃菲尔铁塔附近，因看到警察提醒四界巡逻。Nous ne redoutons rien, mais nous nous préparons à tout, y compris à des sanctions négatives qui peuvent exister. 因为法国公共交通继续大罢工，或者跨年地铁营运爱调整，首都巴黎甲时阵只开通2条路线，另外14条路线规暝营运，夜间巴士停班机关应付真条运输。法国内政部表示，到时阵公共运输也袂当应付空间开车人会增加，会按讲是提悬车祸风险，因为以前跨年期间交通意外死亡率偏悬，平均15到20人死亡。警方也加强宣导减少啉酒，禁止酒后开车。在极端气候影响下，莫斯科今年拄着暖冬，有名代表红场白色示警爱用布置。不过跨年庆祝气氛依然真高，到时阵会几百万人做回倒算。因为俄国联邦安全局17才伫美国提供情报下，破一件元旦恐怖攻击的阴谋，逮捕2名嫌犯，所以伫维安部署上是更较重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19年的最后一天，台股也受到美股影响，唔是真稳定。也因为台积电等等的公司过头了后，股市却是愈跌愈济，台股最后也落尾是跌破12000点。台股在今仔日无稳定，尾盘是跌超过12000点，收伫11997点。有分析师表示，目前可能是无讲介稳定，不过整体来看，今年全年的台股也是起2269.73点，大约是23%，也是这10年来上好的纪录。代替本地要开放商务列车包车的服务，却因为临时来化暂停。除了局长张正发希望会当搁较好，不过未予其他的服务人员还有其他服务。代替的企业工会也伫局务汇报当中，反对代替无达到安全标准的时阵，就袂当搁开商务列车。今年吧，各个年底有真侪航关系民众权益的新制，会伫明年元旦上路，包括基本工资会为原本月级23100调升为23800，时薪也要调悬为158块。机车太旧换新上侪应领5000，机车教训班补助上悬1300。另外，为减少拖吊收费纠纷，除了制定拖救基本费用，各度车辆下踩车价、加底盘悬度定价，费用上悬2万。如果被叫做超跑条款，去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这店来食物件，业者袂当提供免税餐具，违规者上悬应罚6000。如果你都是用一些塑胶的材质去装热的东西，毕竟是不好的。很多小吃摊啊，自己都有换成不锈钢，其实这样我看了，我觉得我会想愿意进去吃。为刺激类似国民旅游卡消费限制，也要放松，平常时会当使用珠宝银楼沿路卡。地当进度分级，会为原本8级改为10级，更较接近民众感受。接受准公共保镖或者是托婴中心服务的，每个月6000块补助，为即马0岁到2岁延长到3岁，有过1.6万名囡仔会受惠。超过2岁，他大概只能领育儿津贴。我们明年1月1号开始，他还是可以领托育补助，也就是大概是6000块钱。另外，为了推广劳工健康服务制度，劳动部也规定，为明年元旦开始，100人以上企业应该请或者是特约医护人员办理健康管理相关的代志。有4000多间事业单位适用。记者综合报道。
大理石纹路的桌啊，配着蓝色的椅啊，外观是黑色配橄榄色的设计。代替这个月13对外发表新改造的观光列车，强调美学设计，并且打算在1月中旬开放商务包车专门列车。不过进前却是伫官方网站发出公告，为了更加特先安排用模式的延后上线。人力安全还没有到位之前，当然站在公卫立场是严禁的，一直禁止他们在实施一些的项目这样。代替企业工会指出，这摆在局务会无反映，若是安全性无提升，增开商务专列，恐惊增加人车到路线负担，应该渐慢开放。根据代替内部人员讲，代替局长张正元认为，商务专列应该更到8点，希望加入特色餐饮。这是部分懂，然后呢做了一些搭配，完全就改观了。商务专列附加服务安全设计也无最后定案。观光学者建议，确实有不少企业会甲员工旅游，也是训练结合观光行程。若是要吸引企业包车，要有完备的整体规划。台铁未来整个的发展，它是不是想要做一些转型？不是把自己再当成是一个单纯的交通事业，而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比较更具有多功能性的目的型的产业。全国国内企业员工旅游的旅行业者讲，一般企业的头一选择袂是火车，因为代替伤值5点，而包车的计数毋但比游览车较贵，地点也较无通选。除非未来发展出特殊的服务，才有可能抢入商务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骨头做就会出头天，恁讲是毋是呢？台大要收弱势学生，伫109学年，希望入学计划录取的名额也比去年加1倍多。在今仔日录取49人，其中高雄小港高中有一位低收入户家庭的新住民囡仔，虽然环境讲无介好，落尾伊也成功录取台大护理系。蔡华东做儿童营队辅导老师。高雄小港高中学生严顺也来自低收入家庭，不过真爱服务大家。透过台大希望入学计划，31号确定考取台大护理系，未来要做护理师，帮助更加多的人。因为家里的关系，然后一些课业的压力，会其实逼得自己很像走投无路，对。然后其实在这段期间中，我会试着去诉说。跟妈妈诉说心情。严顺英的妈妈是越南新住民，不过对小学5年级爸爸工作受伤，厝内底经济重担全部伫妈妈身上，互伊想要透过教育来改变人生，也捌对未来感觉沉重压力。不过学校辅导伊参加针对弱势学生的希望入学计划，果然得到台大审核通过。台大也表示，109年度针对弱势学生招生名额会对108年35人增加到89人，希望入学计划先录取49人。经济弱势的部分，我们有提供了一个希望奖学金，在这个生活照顾上，一年的话，如果是低收的话，一年可以给到10万块。台大强调，希望入学计划不但是考虑成绩，更加注重服务的人格特质。录取了后，除了提供奖学金，也规套照顾计划。有需求的录取学生，用个申请辅导，提升留存率。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对明年正月初1开始到111年年底，伫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以及国立台湾图书馆，要试办公共出借权，只要是民众借一本册，就会当补助3块，予作者甲出版社。民众甲图书馆借册，政府就补贴作者甲出版社。全世界到即马已经有30几个国家推动的公共租借权。台湾要伫咧109年1月初1到111年12月31日，伫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甲国立台湾图书馆试办。鼓励我们的作家能够为这个创作能够为公共出版来服务更多滋养我们阅读最大养分的这一步走得很辛苦。教育部另外边有算适用的范围是本国人依法伫台湾出版有 ISBN 纸本的册，每借一本补3块，分配比例是创作者7成，出版社3成，嘛伫过年2月登记，5月发钱。资深作者甲出版社认为钱是无算济，但是对少年的创作者，台湾的出版甲创作是真好的代志。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创造力，就在这里面给他更好的发展机会。除了在图书馆借到的书，一样是站在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站在这个推广阅读的这些观念来讲，其实多一点钱，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作家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现在作者的版税其实都越来越少。
周正明认为，教育部甲文化部斗阵推动公教租借权是重要一步，因为若是会当自细汉看册，去图书馆借册，进一步来买册，纸本册才有可能拍败手机。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内面个桃园队这个队名是用到今仔日为止，队明仔载开始会用乐天桃园队继续拼。乐天球团在今仔日也安排球员甲教练出席活动，总教练詹和区讲也对因的团队真有信心。乐天桃园以及军本土教练集体出来开台湾一棒第一例，因为郭建林、吴俊良对红一中转向副帮悍将，总教练詹和谷甲领队刘介廷参详竞选，决定无必说首席教练。我们是一个 team， 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各自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团体发挥更好。无首席教练无受影响，詹后谷也认为教练团成员大部分是南纽甲南美国退役球员，无问题。领队刘介廷也承认，好佳在教练团无斗阵转台，啊若无死也剩半条命。过去南美个团队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传统跟优势，就是这支球队其实上下还蛮团结的。在这16年的球队，我唯一的只有2个字：不舍。2017年被原队释出，2006甲2008效力一支乐天的林英杰，新球季做一军有名教练，将副帮悍将首席教练刘金华做二军总教练，两人讲要做好詹和谷的后盾。台湾人说这2年期间学到蛮多的东西，那就是怎么去带选手，然后怎么去训练选手。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选手的心理素质要提升。桃园教练团被动式大晚会，红一中初中副帮悍将教练团也要大洗牌，因为中信兄弟可能学客座教练王建民团一阵仔，初385副帮教练团记者会可能对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发生反送中示威，有真侪香港学生选择走来台湾读册。其中有一位伫台湾捌参加过示威活动的香港人，伊讲伊来台湾已经5个多月咯，所以拢无法度回到香港。台湾过无几日就要选总统咯，伊也呼吁台湾人爱珍惜民主自由，因为民主毋是对天顶落落来。我是很正宗的香港人。一句我是浙江的香港人，有厝煞无地转。今年24岁 ，Chris 拄着反送中示威运动继续伫拖。7月份透过申请学校的方式来台湾读册，原本敢若是想讲要暂时避风头，想袂到一点就是5个多月。伊捌真侪届想要回去，所以拢去互阻挡。你也没有在怕那些警察随便就街上去抓你什么的，你不用怕。你讲你不喜欢中国，你不喜欢中共，也没有人会说你。Chris 迄当阵，敢若早一个卡网雄雄公公倒来台湾，伫遮无依无我，伊想到台湾捌发起连农场活动声援反送中，原本佮烦恼讲无人参加，结果规面壁全部拢是写加油的字，互伊感觉真感动。有遮尔侪民众支持香港的少年人，台湾伫要大选，伊呼吁台湾爱用香港做境界，运用抢你的选票，因为民主真正毋是天顶落来。我觉得说你投来一个人做总统，对你的自由度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说希望就是台湾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民主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咧人面前发表影片，表示香港伫咧2019年当地面对毋捌看的挑战，因为反对逃犯条例所引起的社会运动已经超过半冬，香港政府爱負責。過程中，我哋亦會堅守一國兩制嘅原則，同埋維護法治呢個核心價值，要香港穩步前行。政府除咗要處理面前嘅困難，亦都要承認我哋制度上嘅不足。林鄭月娥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希望社會當早日恢復和平，呼聲民眾愛珍惜香港這個家。毋過也是強調講會堅持一國兩制原則。若是香港民眾會佇咧元旦發起大遊行，向香港政府表明，香港人就算講佇咧抗爭半年了後，新的一年因的願望也是5大訴求，一個嘛袂當減。記者綜合報道。
因为台北市的政治分线拢一直是拿较大过力，民进党就算在2016年总统甲不分区立委赢甲真水开，也无多带动台北市区域立委的选情。不过这回真受人关注的有，民进党的吴怡农要挑战国民党的蒋万安，也有民进党的高嘉瑜要挑战国民党的李彦秀，这两个选区有影是先拼先。看到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就先发。这条总统府组成叶菊兰支持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怡农，为宣布参选了后，人气一直升悬。国防完全没有票。其实我们过去3个月看到的是，台湾全社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那就是国家安全多么的重要。北市第3选区4人参选，按国民新社区大量公告票比看做是拿赢票仓，吴龙掠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前期，发起下届吴淑华发动攻势。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副选蒋万安面对连任考验，伊承认拿赢不分区前期冲击选情，所以按用成绩单找回选民信任。为劳工朋友争取权益，有战神的封号。过去站上台2个多小时，关注民生的议题，包括培养年轻人，更具有竞争力。动算李彦秀，李彦秀。前总统马英九后山拿赢立委李彦秀，要换扫妇女选票。北市第4选区有7位参选人，民进党提名市议员高嘉瑜，被看作是李彦秀的强敌。 0到6岁政府顾如何顾，要让人民，要让年轻的夫妻看得到、用得到。南港过去是一个老旧的工业区，那工业区将近7、8成以上，安全或是居住的便利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玉峰经过顶一届选举失败，败互无党籍立委林昌泽，这摆阵来，林昌泽退出时代力量了后，换向民进党，两人也要拼输赢。 再讲一次，我们没有挡过军购，我们只是觉得你军购要采购要合理，武器要买的便宜又好用。他说美国不会签台湾旅行法，结果美国就签了。有没有专业？我想这个也交给乡亲自己去评断。台北政治板块过去是拉比力大，民进党2016全面执政，台北市8席立委国民党提5席，2010大选是不是会过赢，也是民进党有好成绩。第3席就亲民党、民进党是不是会杀出血路，真受到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是人权律师的中国牧师王怡，去年被抓起来了后，第3集互中国成都人民法院用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9年。台湾的人权团体也表示讲，这就代表中国伫咧打压宗教自由，也烦恼讲愈来愈侪人会受到迫害。 去年5月11日，中国牧师王怡主持求武圣约教会10周年教会活动，向约方通知属有非法集会，遭到公安局以挑起事端、制造冲突为罪名来强制传唤。12月9号，官方更加打压教会，有100多名成员被问话，王怡也遭到关押1年。30号一审判决，王怡以涉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加非法经营罪判刑9年。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告诉习近平，他是一个罪人。他已经所带领的这个政府，大大的得罪了神，因为他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若不悔改，必要灭亡。王怡8在正道会批评是军兵是罪人，这摆批判中共当局更加在比抓进前发声明，指控中共政权对教会压迫是真邪恶的犯罪行为。伊正做基督教会牧师，必须发出严厉加公开责备。 伊所主持的成都求武圣约教会也伫面册成员，表示王怡持守圣经的政教分离立场，也甲基督徒爱按照圣经顺服掌权者。对着王怡被判刑，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名烦恼，引发连锁反应。莫须有的这个罪名，然后来打压，不管是维权人士或者是像法轮功，那这次是家庭教会，他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子的理由来定罪。 一般人其实是很难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对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转嚟担任律师，伫中国人教会中拥有影响力。即阵被判动刑消息传开了后，引发国际关注，也互人权团体烦恼。这是中国当局发出警告，其他教会领袖若是公开批评政府，可能正做第2王怡。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出名的教堂，唔但有东海大学的女师医教堂，正阁有前期大学的主教圣表堂。这间圣表堂用10多档的时间来起，用5饼日系的故事落去设计，希望来遮的人拢会当感受到天主的温暖。
在学校主教的见证之下，校长甲锁匙接落来，拍开教堂大门，代表主教圣母堂正式启用。教堂对天顶看落来，那许按圣经故事5饼2鱼落去设计，天棚按12形的玻璃，让大家感受天主温暖的爱。外口壁讲得个包，望人就像得个牺牲受价有气质，也会当唱得顺客互相包容。我们静宜的主顾圣母堂终于落成了。其实这是一个让我们所有的师生在那里净化心灵，然后为了自己的未来做祈福的地方。我们会非常欢迎所有的人都亲近我们的教堂。教堂内底伊啊拄啊邀请同款是天主教学校的台东工党高工顺手工打造，邀前期自团系学生设计电火光线照伫教堂，用动画让大家了解耶稣的一生。超级厉害，因为我很喜欢看光雕，然后我觉得学校的学生能做出这样如此之漂亮的光雕，真的很棒。就是所有的圣母啊，跟我们平常有可能在画像里面看到的东西，都呈现在我们的圣母堂前面。校方表示，主教圣母堂是向定天主的厝，未来也是教友交流的场所，继续把天主慈爱的奉献精神传扬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雾峰的亚洲大学，也甲在地单位举办阿达姆素朴艺术节。这个艺术节的精神就是人人拢会当是艺术家。民众举画笔，伫画板画出心内上水的世界。这个地点毋是民众一般散步的公园，是台中市雾峰的古生府教育厅。雾峰较早叫做阿达姆，这道亚洲大学休克系团队。利用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结合雾峰在地团队，举办阿达姆素朴艺术节，请真侪民众来遮佚佗。这边环境还不错啦，就是多参与吧，比较知道说我们雾峰这边还能有在做什么活动。素朴艺术节最主要是希望借由我们不同这个单位团体的互相的参与，然后能够凝聚大家的这个对于雾峰发展的共识，让雾峰能够更热闹，更多人来。这个活动唔那是展现出历史建筑更较侪风貌。林淑全老师表示，希望利用这个活动，互介艺术的民众有所在当展现，嘛互无接触过的人开始进入艺术的世界，人人拢是艺术家。台湾现在很重要的，从小到大蛮欠缺的就是一个艺术跟美学教育哈。那我们希望推广一个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这种素朴艺术。现场唔有动态演出，嘛展示大家创作的作品，用5花10色的装置艺术甲文化艺术的力量，互历史建筑更较活力，嘛甲古生府教育厅的文化内涵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食平安圆好过年，真已经是年尾啊！各地头拢伫咧谢平安，伫彰化沿线永安宫也举办千人烧圆的活动，咱做伙来看。看过去人山人海，经过的人也搁掠准，才有人伫咧办喜事请人客。不过上次甲看，东门路也有永靖街拢去封起来，大家就拍靠围起来做伙烧圆啊！这是一年一摆彰化永靖乡重要的祭典谢平安。谢平安，凑热闹，谢平安，永靖大拜拜的。谢平安是中华民众答谢新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23间的宫庙主神，全部拢奉请到永安宫来做客。这也是当地宫庙的主神头一摆组织保庇砖头。参加这个美好的活动，或者阿公阿嬷想到过去美好的岁月，或者咱的逝世，用这个机会来表现。对天、对地、对父母的感恩。今年谢平安的活动特别和地方的基金会合作，举办千人烧圆仔，采用传统手工的圆仔向天祈福，就望讲新的一年会使阖家平安。一粒一粒代表平安佮圆满的圆仔，也互这项伫咧9日的大地当了后，特别去弘卫一个传统文化会使延续。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0度，
中部地区对15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14度到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0度到20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的最后，也祝您新年快乐！也望请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支持咱公视大基台。咱马上更节时间再会。